下这平安，这圣的安息日，咱分别做圣，来到圣殿当中敬拜上帝。这是邀请大家，咱用诗歌来献就咱欢喜的祭，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做伙来吟行欢喜的祭。圣经诗篇69篇30节安尼讲，我要用诗歌学了上帝的名，也要用感谢称伊最大。一礼拜开始，邀请大家来向咱的主献上感谢甲学了，咱来呼求圣灵帮助咱，来到至尊宝座前，用心灵甲诚实来学了归荣光给咱的上帝。做伙来祈祷。创造万物的主宰，我的上帝，你是至尊至大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是看庇我永远学乐的上帝。我要对我的内心发出至诚的感谢甲学乐。一礼拜开始，我要来向你领受祝福甲快乐，互我的眼光注目伫你，用你无限的听，甲平安充满我。我要献上我的感谢祈祷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以赛亚书40章29节、甲31节安尼讲：亚神呢，伊予伊能力，软正伊加添伊快乐，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快乐。这时，咱来为家己、甲咱的家庭来祈祷，为家己甲上帝有合宜、亲近的关系。阮咱的家庭，无论你这时的境况是怎样，天父拢知影。顺境感谢，毕竟咱来用祈祷向上帝求讨咱的快乐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我学到你，你是信实，你的信实极其大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要常常思想你的慈爱甲恩典，感谢你常常用慈爱三款待。我要时常数算你的恩典，你要成做我的力量关台，无论我的工作、课业还是家庭人际关系，你拢要帮助我进入基督的方向。无论这时光景如何，拢要充满主你的平安。当受对天管压的喜乐，地上的困苦，
就袂会阻挡我活出你美好的旨意，互我面前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。恳求你用我做你下用的器皿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要对你圣手举手恳求。我要对你的圣手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事。我要对你的圣手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事。凡事谦逊、温柔，用吞忍伫恁内三宽容，用和平三结连，第二守圣神所赐的合一。这时，咱要来为教会来祈祷，求上帝保守咱的牧师、长职、区长、小组长心性灵健壮，服侍得开力，嘛互富强教会甲主连结，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特别为咱第5期所推动的幸福小组，求主掌权带领，祝福每一位进入咱幸福小组的贝斯特，拢会当扶着幸福，来认捌咱的主。为今仔日的讲师来祈祷，恳求圣灵充满伊的嘴，互伊的话来做咱好的教导。这是邀请大家开嘴来祈祷。是的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欣赏我的牧师，感谢我的教会。祈拜上帝。下牧师、谢牧师、三团队以及阮的长职、区长、小组长、正当工，拢是上帝所听、所拣选的。你看因做你的宝，你看你的仆人做宝贝。求主赐福阮的牧长当工，伫无用的服侍当中，靠主有安息，将基督的恩典加添互阮的牧者，领受对主来启示来教导阮，互因老服侍、拉喜乐、身躯健壮。主的听充满伫伊的家庭当中。耶稣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躯。我要谦卑温柔，甲听心互相三宽容，互苦将教会的家主连结，同心合意，平安福音，扩展富强教会属灵的境界，互富强教会成做福音的出口。福音大能要照着富强教会传到万国万邦。我也要为教会推动的幸福小组事工，交托伫主的手中。主啊，若无你的同在，阮实在袂做啥物。求主亲自掌权带领，祝福每一个进入幸福小组的贝斯特，能怀因的心来接受救恩，恩典充满。感谢主，我咱的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接着，咱要为台湾的内政甲外交来祈祷。诗篇33篇12节安尼讲：认耶和华做伊上帝的，迄国有福气；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，迄个百姓有福气。求主赐下地位，互咱的政府、咱的总统甲执政团队，伫各样的局势中做正确的判断，行上帝眼中看做正的代志，也为台湾的外交内政、民主经营顺利，国际外包得到突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手主啊，那个列表条件，你我希望我们大家团队，我了解你，让对求你来保守台湾的外交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恳求你甲谦卑受教的心赐落，互阮的总统甲政府官员、民意代表，互因的心耳对着上帝话来拍开。互因按照正直、甲公义、正确使用因的权柄，互因会当认捌上帝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求主的话兴起，求主兴起环境，也找见合意的人来为咱的总统、政府官员因传福音，
互因欢喜交做上帝的儿女，也乐意代表咱国家甲上帝来立约，互台湾交做有福气的。上帝大赐福伫咱的国家，互人民可以安居乐业，民主进程顺利，国际外交得到突破，甲成长，奉主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耶利米书17章14节咧讲：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我就得到医好；拯救我的，我就得到救，因为你是我所学乐的。这时，咱要来为着病痛中的兄弟、肉体、肢体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施恩伫因的身躯，互因用信心仰慕上帝，经历上帝医治的大权能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现在做说，那个列明条件是说，求你来保守，为这发挥计划，两地计划，求你来传扬一些信息，阿爸爸，阮将阮心灵软弱、病痛中的肢体，带到你的面前。你是耶和华拉法，是医治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求你透放病痛中的肢体、身躯的捆绑，伫病痛中经历你救恩的医治。感谢你将独生圣子耶稣受死互阮，保护牙坎，为阮陪同大。我奉主的名宣告，耶稣伊担当刑罚，咱就得到平安；耶稣伊受的鞭挞，咱就得到医好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名恳求，阿门。我要对你圣手举手恳求。我要对你的圣手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来敬拜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事。我要对你的圣手举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来敬拜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事。愿我祈祷来敬拜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事。愿我祈祷来敬拜在你面前，这做你欢喜的事。哈利路亚！今仔日是得胜的日子，耶和华的名就受大乐。只是邀请大家起立，咱来助唱乐乐的诗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遵从你，我要永远永远乐乐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遵从你，我要永远永远乐乐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遵从你，我要永远永远乐乐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遵从你，我要永远永远乐乐你名里。耶和华的至大，耶和华你是大的受大乐，你的大和华切多，对期待到彼代，乐乐你大作为，我用你挂断你高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遵从你，我要永远永远乐乐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遵从你，我要永远永远乐乐你名里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的石盘。你的名是应当受恶乐。对这代到迄代，阮要学了你大作为，
保佑你大权能，直到万世代。做伙来念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耶和华你是大，你是大阿罗，你的大无法测度。对时代到时代，阿罗你大作为，保佑你大权能去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耶和华你至大，耶和华你是大，你是大阿罗，你的大无法测度。从时代到时代，阿罗你大作为，保佑你大权能去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我要永永远远阿罗你名里。不荣耀给上帝。坐伫宝座顶，圣洁如歌，我们为你敬拜阿乐。做伙来念，坐伫宝座顶。坐伫宝座顶，圣洁如歌，我愿你敬拜阿罗。多少人在依靠于我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坐伫宝座顶，圣洁如歌。我愿你敬拜阿罗，阿罗尊贵荣耀万世，拢归你灵的高于我。万王的王，万主的
圣诗303首，主我要学到你。主我要学到你。主我要学到你，一心一意，我要保佑你的了大名，为延更你生命。主你无限的恩典，你的听，你的保守，你的看顾，互阮知，阮真侪你的囝儿，阮真侪你的子民是何等的幸福甲恩典。伫这圣日，阮用欢喜跳跳，也用虔诚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是为着要调见你的面，看见你的荣耀，也领受你天顶来恩典甲祝福。这是人所做袂到的，主你听愿，互阮有这个福分。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恳求你通过吴牧师、吴院长来到阮中间，分享你的话，也介绍圣经学院的状况，互阮更较认捌，也更较来带导支持。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，阮的敬拜归荣耀伫你，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伫遮的敬拜，拢感受到主你恩典甲看顾，领受美好的祝福。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来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